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代小姐。假至整整2年，我现在收拾去看你叔叔在千里地里，控制手气是肯定不来三口。阿元阿奶肉，有个，太多啊，接得人1多块子。一单位你这个特色菜，我杀个2个。我毛不年纪大，我人吃个，开鏊子不来3个。我们4分之1上了，这个还89块9角啊。好个，涨起来，慕名而来，一定要让你叔叔尝尝烂手嘴的味道。哎哟！才会对，叔叔与这么阿公大人还不能忘记他。想了在那个地方原来谁是阿坤猪头肉啊？梁师兄高头有个呢。哎呦，这只鸡不漏，走来人多得了。趁一斤猪头肉，再带一半下去来着。37块5角。阿坤的名声，唐云的厨师，谁是不晓得味道那哈哇？对过谁是容牙楼？想想阿爷来毛他一颗沙尖馒头倒拨叔叔吃，烂特子没汤，不来塞，才快点走。今晚我小弟弟为了等我。哎呦，来着！上一份见面做还，现在去接小弟弟，哎，男子。我觉得这个小弟弟想得了，哪能想啊？有啊，吃了35。你讲呢？你讲啥了？你这些也乱七八糟，瞎放，我不干。哎，那么你还讲着我关脱着啊？开吧。叫谁又出来着？汽车中手定海。哎呀，你里向已经一张用钱噻的。哦，今天不是浪漫。为米买3路啊？哎，哪里有大意啊？真还3级啊！我本来想找短腿子哥个镜子。你要是假拍真的。哎，我发现开汽车人侪有搿个毛病的，像我也有个。现在吃饭个地方待着楼巴馆。哟，我有水帘洞嘞，谁有水山的？哟，地方待蛮大的。我不年天冷了要养生了，毕竟人到中年了，我40岁了，这次一定要帮我说出去啊！我跟你讲，都在过他难比你儿子年纪轻，再跑再火，大得不得了。底下能吃啊，有酒的。谁都得了，你那台，跟你负责带我去分个啊，那个好，你喊我来吃个，差头有糖粥圆子。哎，搿个糖粥勿甜哦。哎，等待你糖来，我抓吃它。不搞点醋事，再讲吃菜的，醋一搞，菜的随便好了。还有好的味道。看那个意念，哎呦，像屁股，都脱。鸡丝肉。哎，这是鱼吞饭是，这个1块底一个来张肉，没这差事。主食来喽！哟，为只蛋啦，包只蛋了还饭饭吃着，那个菜板上头不老咸。糖粥勿甜，菜饭饭。对，我好像讲了，该甜个不甜，该咸个不咸。鸡蛋米多少呢？棒棒啊！现在凡是苏州饭店里向吃到个鸡蛋米，肯定不是本地菜，而是那种西方发的鸡蛋米。金饭碗、当班、皮干，煨几块鸭，不能浪费。到头去不少人吃，自家吃。鲜饭。哎哟，吃自然利润公司噻。鲜的，是的。是啊，我在拍个辰光，现在今天吃下去我再说。不鲜的辰光，你没必要鲜的，去鲜的上去呢？对。哎哟，那个鲜的难了海哇，你看海个。小弟弟，我觉着我这腿不大对呀。对，你这腿肯定对。2吃饭。包个。哦，现在你去逛逛四山走啊。那个地方让我痛并快乐着，凉到来，凉到他们上趟那只牛排的真光景，去年来采野麦，今年来吃饭嘛，得他一只3角角。